Hello，大家好，我係 Johnny，歡迎睇我頻道。咁今日咧就純粹分享一啲AI 嘅嘢。大家唔知唔知咩叫 LLM 咧？咁其實 LLM 咧其實係一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咁咧就係一個 AI 功能。咁無論你響電話入邊可以裝到 WhatsApp 啦，或者喺 Google 入邊都可以 search 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測試一樣嘢。咁大家而家見到咧好多市面上嘅廣告咧嘅價錢啊或者相片啊，咁都非常之吸引。咁咧我而家就嘗試下問一問呢啲咁嘅 AI 嘅 LLM 啦，究竟佢係揾到啲咩資料俾大家咧？咁而家首先咧，我就向一個 model 啦，呢個 model 其實有兩個嘅，咁我而家就同大家玩下。咁啊，首先咧喺手機入邊，我就會輸入咧。咁其實而家屯門蝶恩庭嘅廣告價318萬，係咪可以配對翻個成交價？咁呢啲廣告318萬咧，係咪屬實咧？咁我就讀咗俾佢聽啦，喺個電話入邊。咁佢文字出現咗啦。咁咧，咁 AI 咧其實1-2秒佢就已經翻到個例。咁目前咧放本價咧331萬咧出售咧。咁以歷史成交價咧就應該就係400萬以上嘅。咁至於317萬嘅廣告是否屬實咧？市場上咧未有明確嘅成交顯示記錄呢個價格，因此咧建議你直接向呢個廣告啦或者相關代理去查詢，去確認呢個廣告嘅真實性。如果你需要更多資訊咧，咁 AI 亦可以幫你再查下其他來源。咁佢下低咧就會出現咗好多 link 俾你，咁你自己撳翻入去，咁就可以睇得到。咁其實咧，而家咁嘅年代咧，如果你想測試一啲真偽啊，或者你想響日常解決到你日常嘅方法，或者揾啲資訊咧，咁其實就好方便。譬如你想揾一啲譬如搭車、搭船啊，各樣嘅資訊咧，其實 AI 咧響1-2秒就已經可以揾到俾你。咁跟住咧，我而家又測試一樣嘢。我就嗌 AI 咧，就同我寫500個字，講而家市場上嘅咁多個假盤啦、樓盤啦，咁廣告價咧又非常低，咁呢啲係咪會有問題咧？咁其實佢咧而家就即刻答俾我，一撳落去佢就有。咁佢就喺度話就係根據而家咧市場上咧充斥好大量令人眼花繚亂嘅房地產廣告，標榜超低價、市區筍盤，低於市場價40%，去吸引人嘅標語。咁咧就呢啲咧看似好好嘅美好嘅機會啦，咁其實背後咧隱藏住一啲不為人知嘅問題，例如物業嘅售價異常低廉啦，咁啊業主放手啦，咁可能屋本身有一個瑕疵，亦可能係凶宅，或者係一啲不幸嘅事情發生，結構上有問題。咁可能存在一個嚴重嘅維修嘅需求，咁佢仲有一段喎，其實最終有成4段嘢好長。咁佢話呢啲咁嘅低廉房源嘅廣告咧，通常採取一啲誇大不實嘅手法，強調房屋嘅高性價比，甚至係刻意隱瞞佢嘅真實資訊，咁讓買家咧誤導自己，以為咧就執到一啲平嘢。例如有啲物業可能因為地理位置極佳、裝潢即係個裝修啦新而去吸引到人，但係一旦深入調查咧，你可能呢個係銀主盤，或者有啲法律問題，咁或者係政府回收嘅爭議嘅地產啦，咁有面臨一個不明確嘅風險。此外，市場上咧仲流傳一啲唔少嘅假盤，咁廣告上咧標明嘅圖片同價格咧就完全不符合嘅。等買家咧實際聯絡到買方嗰時咧，發現呢個物業咧就根本都唔存在嘅嚇。然而咧，你買真正嘅房源嘅價格咧，就一定遠高於呢個廣告價嘅描述。咁呢啲手法咧，多數咧就係有利息嘅銷售。佢嘅用意咧就吸引潛在嘅買家就來電查詢，趁機咧就推銷其他物業。咁所以咧，而家喺市場上咧超低價盤嗰陣時咧，買家咧你一定要謹慎去評估、詳查，即係詳細查呢個物業嘅歷史背景，包括係咪有啲發生啲不幸事件啦，同埋一啲糾紛啦，同埋結構問題。
同時避免過順於廣告誇張嘅廣告宣傳，以望掉入一個不良訪源嘅陷阱。咁其實咧，大家睇到咧，如果你有部手機，如果你係 AI 年代咧，所有嘅真偽咧，咁其實就一撳1-2秒就可以 check 到出嚟啊！所以咧，而家我點解會做呢條片咧？呢條片因為咧，我實在真係收到好多嘅查詢，佢可能就話呢啲咁嘅價錢有冇特別？御半山呢個款源，我係收到好多人問嘅嚇，真係有冇咁平？真係有冇咁平？因為呢御半山嘅樓都係幾年嘅樓啦，咁佢嗰個樓齡唔多啦，同埋響屯門入邊都係比較新啲，咁所以咧特登咧就做條片俾大家分享下，希望大家知多啲嚇，唔好俾嗰啲廣告你誘到嚟，以為真係執到平嘢咯。其實所有嘢 AI 真係幫到大家嚇，大家要信啦，活用下 AI 功能啦。其實每個人手機都有 Google， 或者你可以裝一啲 AI 工具，一查資料，搭咩車，食乜嘢，其實佢好快揾到俾你。甚至乎我個 channel 我一查落去，佢都知道啊，原來你阿 Johnny 睇樓 Johnny 團係咁，即係佢一查到俾你。甚至乎我入個電話號碼落去，即係我而家個右上角個電話號碼咧，一查佢已經查到我嘅資料翻嚟。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活用 AI。而家年代唔係再係坐喺度等嚇，大家都有手機，大家可以活用一啲手機啦，查下資訊，唔係淨係話睇戲咯嚇。其實各方面嘅資訊都可以收到嘅嚇。咁今日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